人超爱吃苦椒吗？你知道哈？对，我知道啊。我们一餐都吃半罐的。我们也好吃。妈妈的料理用白馍馍的就ดี。历程求生，妈妈煮饭，你应该都懂好做掉哦。不会挑食吧？看身材嘛，第一冇挑。我哋係全部記錄跟小卷地圖哈。哦，卷的塞得进去。記得落啊？那个，你有问那个中卷吗？有啊，你嚟啊。杜梦给的。你确定？应该吧。确定啊？好，翻过来。1、2、3，今天上。哇，呛这个就对了。Oh my god！ 这是胜利的欢呼声吗？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就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哎，中白跳。今日同歡喜哦，今下來到一個新竹嘅竹東。嘿，哎，之前的挑白是日落過的一篇了，這個卡天宮。對，我有跟你說過竹東產什麼那一集，我跟你講。竹東哈是種唔記得呢。產校長。產校長，真的嗎？做東亞島邊呢，以後後反經東後，也有一個說法，就是說像竹科的水源頭就會都竹東，所以這邊水質東後，譬如說生也全部都懂聰明，可惜你不是在這裡長大，真的可惜。素材咧。好，今日後山後水嘅好素材哦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係錢玉芳起直播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大家好。你支持我？對，差點哦，講錯了。你好，方向都係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雪玲劉雪玲。劉師傅你好。你好。好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集哦。媽媽帶隻每嘢跳下來，是我們豐田記老爺嘅立場記分享。是我們演藝圈的大哥吧？哈。哎，我演藝圈的大哥，你站錯地方了。立成哥，黃立成哈。黃立成。想說，哎，大哥啊，台購啊哈。台購。等一下，我們今天要好好尊敬一下，尊崇給他哈。好，啊，兩下哈，方向到爛錘哦，厲害咯！饒舌歌手看得出來哦，吳太可，然後王一平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是唱 rapper 嗎？有。你會講下？你會 rap？我全部會講。哦，那你會 hard boy 嘅 rap 嗎？會啊。分享猜㗎，來數看一家之主，來看一家之主。哇，終於找到一個不需要版權的。再換位置換走一下，再換走一下。好了，基隆上係兩公婆在一起哦，在一起7年多了，他就你知道梅兒，然後我們宜平哦，金美講哈，因為他是台語小天后，做秀場的。真勁哦！所以金美好好練習一下，融入客家社會。我覺得啊，你一家之主是不是變成是星探吳凱啦？哎，有可能呢。他卡都懂會表演啊。還是大家都來取代把 Cam 的地位。而且還有什麼，知道嗎？超級像一個名人。誰？你覺得嗎？馬莎。我們的鳳娟姐，董兄哥啊。馬莎。天然姐。吳天然。吳天然。美食達人。吳姐超像的。好像哦。你好。哇，這一集就是藝人大 PK 就對了。好啦，都係做董媽好高好料，這老太太小姐一下。做董啊，市場啊，做董市場董後生，親好賣啊。我說來到做董，一定要去做董市場。哎，了解了。安永迪嗎？安永迪。那我要問一下，因為許聰哦對基隆沙來講哦，可能冇好熟悉啊。很難說。哎，真的嗎？你們會逛市場嗎？會啊。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那竹東除了市場還有什麼？竹東除了市場之外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客家戲曲公園。哦。對。就買 T set。哦，有戲。啊，就是包含客家的元素在裡面。好像有一些，譬如講天創嘅比賽啊，也係買個歌唱嘅比賽，出嚟到你一片嘅舉辦。對不對？啊，我們宜平啊，因為是做秀場嘛，你有到那個客家戲曲公園表演過嗎？新埔那裡也有。因為像他們秀場應該是全台灣走透。可是這樣子，你們隊長一車進攻，人家都不會懂得表演，可是你們會煮菜嗎？哎，對呢，你係煮菜嘅比賽呢。會哈，在家裡偶爾還是會煮。他的意思是說，都不怕改虛接的哈，不會煮菜。會煮啦，都會做媽媽一定會煮的啊。小朋友會學嘛，對不對？媽媽。好啦，先來看一下剔出色菜，也很適合小朋友吃哦。好。好，兩下就會打開了，幫大家看一下到底係先好食埋嘅東西咯。鹹菜。也幾當營養嘅嗬，係冇？係。也幾看到人用。中央蓬蓬的都懂補血案的，而且韓菜又懂軟。對。你猜下面你想要吃什麼？
比如说就蛋肠拿来炒啊，然后还有那个烙那个菇，小鱼苋菜，对，没动好，许愿一下。好，来本人都叫咩牛年系列调米猪刘小姐，欢迎。蜜珠姐，来，哟，这个是卓卓家园。哎，今天怎么会穿卓卓家园的上服了呀？主持人跟各位台高好，你好。卓卓家园呢是收容18岁以上的身心障碍的孩子。好，那你们现在看的风寒菜，还是叫他种哎。真劲哦！故说了海本也得有朋友，做在都要到位，发挥所长，有动力的来完成一个有成就感的中餐。对，哦，种了寒菜哦，没简单，有发生什么比较有趣或者是困难的事情吗？比方講成日呢，基本出物嘅係菜，物嘅係草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拔杂草的时候，把旱菜拔掉了。那你莫按那个，因为那种事情根本没发生。我是拔来直接吃。它是中重度的。好啦，这边看一下，是小鱼苋菜吗？係嗎？來看一下。來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哇！來，哦，我找小鱼。有小鱼吗？有。我们今天的是鸡是一种乌鸡。還有乜介？您的猜猜看。通通看啊。那个马卵。是吗？马卵。有皮蛋。我喜欢，而且做出来糖还蓬蓬诶。啊，大家學到硬殼嘅鹹菜哦，做啲咯，阿姐咯，大家講一下，就是它的營養價去到哪一邊啊？是讓它的鐵質高，蛋白質高。而且啊，生涯特別嘅鹹菜一條長菜，唔但搶食到營養，還食到人家條嘅愛。對。我們蛋腸係種該風鹹菜，可以去種動多東西，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，讓小朋友做啲學習的東西啊。也是給他們有一個自信心。對，發光發亮的地方。既然係阿楊威發咁樣嘢，就拿呀帶點愛情嘅紅鹹菜，叫下來進行踢館嘅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呢度呢，就來用日嘅紅鹹菜來做變化，按有營養嘅東西，按用嚟食出好味絲。因為有的時候大家說，營養的東西不一定是好吃的。對，我保留下來，用乜來處理，用乜來炒咧。對，來看一下馮翠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紅鹹菜肉羹湯。紅鹹菜花枝頭哦。期待。好，更期待的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宜平人生第一句客家話要出來了。哎呦！咱隨今日做嘅料理係乜嘅？風鹹菜炒豬肉，還不錯吧？還不錯。放心。我們今天要炒豬肉，就可以做3千肉哦。哦，期待一下。都期待，而且我們兩家可以結合哦。哎，真的呢。一隻湯一隻雞哈。好，太切卡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來進行比賽倒數。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咯。馬上來呀，特別看到。好，那該不看好。開始怎樣？我現在沒看到肉羹，是說等一下會起價走肉羹，係嗎？嘿。現做肉羹哎。媽媽，你會開小吃店嗎？嘿哦。嘿。啊，難怪會走。我們太有吃福了。應該乜嘅？醬油。好調油哈。所以小吃店的肉羹沒係起價走哎。嘿，起價走。米酒。現做肉羹會需要很多時間嗎？不會。唔會哈。黑馬蓋，等下黑馬蓋，大家來看一下。這是什麼？扁魚。扁魚。扁魚是什麼啊？就是扁魚是一種那個曬乾的魚。對。跟柴魚片不一樣是嗎？不是。好。這個係本貨，細貨喎，要細貨嗬，做得嘛？我太薄啊，細薄。哦，我問而家問題，你一醬係乜嘅醬啊？烏醋，等下我起來會用誒。啊，對了，肉羹湯要加醋，才會好啲嘛。還有竹筍。嗰扁魚先炒過哈。所以像這種就不用用什麼姜嗎，或者是蒜頭啊，對不對？等下蒜頭。哦。哎呦，麗晨姐，好厲害哦！不是只會唱歌呢，會跳舞。黃麗晨啊。
还会跳舞啊嘿，切菜嘛一定会啊。懂香哎，冻酒对，哦。它的香气，这种的香气很不错。真的懂三张啊，劈头就肚皮耶。你小吃店也是这么那个吗？对，而且你要爆的是有一点，你要抱我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要把它爆有一点黄琼安优色嘛哈嘿色啊，好像那种蒜头片哦。嗯，好，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太精彩了，所以对讲紧，上我留到俩。对，可是你们那一组，我们的都给编码该。我们在表演秀场。好，好，大家是不是蹭起来了？好，等好下当都转来后哈，好当都转后。豆腐卡都是你煮菜比较多，还是老婆？我真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走改炒猪肉哈，蒜头先切好嘞，切好这个切好了，然后现在来表用哈，对我们要先煸香。嘿，好，来继续你做，继续有身边做。嗯，可是你刚勾了行住啊，倒闭业会不会不习惯？嫁来新竹，会不习惯吗？一点点。人家先从钥匙从了哈，嘿，再炒猪嗯，猪肉。那我们问一下怡萍，嘿，炒肉这个3层肉怎么样才会香？加一点香油，然后再加一点胡椒，哦，改一些。它最后需要呛什么调味吗？不用，就是这样子。哦你，知道客家人超爱吃腐贼吗？你知道哈？对，我知道啊。我们一餐都吃半罐的。我们最好是，是啊，我我都们感冒也是吃胡椒的哦。真的哦。我们你知道我们吃苹果也是先泡胡椒粉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们吃冰淇淋就觉得怪怪的。你得先狂改片了，哇！嘿，然后呢你要吃几碗自己放一说。点，我吃一锅的，不是用碗的哦，量词要改一下。你刚刚有听到那个胡椒粉哈？我们这个也要放胡椒粉，对我觉得妈然妈后呢，还有一点糖。哎，怎么改有尬通啊？啊，不用，一说来通卡好吃。你们应该比冇用米醋啊，嘿，哦，用些通。妈妈一定要利用版默默的就滴。历程求生妈妈煮饭，你应该都懂后做掉吼，嗯，不会挑食吧？看身材嘛，第一冇挑。真的哦。干肉冻卵呢？大可你公坤啊？忍不住想要再来一碗。我哋专门记录跟小卷地图哈，哦，卷的塞得进去。记得到吧？那个你有问那个中卷吗？他的有啊，你系呢？但是想知道，既然妈妈这么会煮，那你怎么还需要就是去学呢？不是妈妈就很会煮了吗？这样手不过也是要精进呐。那你有接吗？历程？有，哦，你还很衣服接的哦。嘿，哦，好棒哦！很棒哎，味道的传承。亮出料理都拿给小吃店做在色雷洞吗？吃得到吃得到。色雷洞哇，哎你这，样讲出去大那一排长龙。定是。嗯，那我们就是等一下尬了体该肉跟日条哦，还有个咸菜，咸菜就好这个是最后加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嘿，不用下去也一下就好嘞，你要清酱。嗯哦，试一下味道你要不用肉羹的哈，试看看啦，有咸冇？哦，那等一下还要额外拉勾芡吗？哎呦一，起咧，好，好，算是系等一下睇下其实嘅是在涨价，还是怎么样？嘿，啊，你要洗婆啊，抬婆，唔怕，哎呦，唔怕哈昨天哈嗯，好酷哦！做嘛做唔得规碗的都下去啊？哎，哎呦，混音控下啊，会结在一起。哦音控下啦，应该没讲啊，是东西啊，而是牙食物的原原味啊哎，安尼才会好吃啦。调味好咧，你等下让不用该吹。对对对等下自己滚。好，那就先控改片了哈。好，香喷喷的来了，我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刚刚过去之前是好像还在表该对，蒜头嘛，还在对。那我们是肉表猴记黑，我们就含出来尬落去了。对对对，然后等一下就哦那个调味料、酱料这样就一盘了。哦，那我们的汁会给它收干吗？还是会留一点汤汁？有一点汤汁比较好吃。啊，调味的部分呢？调味我现在差不多就放调味了。哦，啊，调味干嘛改？你先试吃看有没有熟菜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嘿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切猪肉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对他有做切猪肉猪肉走私青啊哈。你要当边边差不多会。给炒成应该切猪肉。好，我要加那个米酒一点点，米酒，它比较有一个味道，对，好有那个味道在。好，啊，除了跟米酒之外，还会干嘛改？还要加还什么？有那个酱油，调油酱油边对。
为什么我们这边的韩菜就是比较红啊？因为就是我看我妈妈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你们还没加。对对对，对啊，味道有出来的，香香的，是不是差不多哎？然后再加差不多了再加一点香油，香油，香油最后加一点。你看这些好像都加过一轮哎。係啊，你炒牛時只使要加了。对对对对。其实香油最后给它让它的菜亮晶晶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跟你的耳环一样啊。谢谢你。等一下，差不多了嘛，差不多了。重盘哦，我们装盘也要装得漂漂亮亮。对，要装的。好，倒数哦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试试看哪体管地度乃木卡米西靠好食嘞。好，第一关呢用风汉菜来编料理，我们的一定让大家意想不到，因为呢得出台菜是我们的店里面的家常菜。哦，也算招牌菜了。招牌菜，扛棒哎，做扛棒哎。好，刚才都咱们今天做的这个是炒三青肉，来大家先学好风吹耶。我要大碗一点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太有料了。先闻一下，拜托大家。哦，好香，好香哦。对。他们家专门开小吃店的，就有小吃店的味道。有加醋。有哦。哦，真的很好。干肉冻嫩呢。大可，你讲看呐。忍不住想要再来一碗。来。而且韩菜冰肉鱼入后煮都有绵绵柔柔，真的很好吃。而且开始入改须之后，先把它味道锁进去，然后最后再裹上那片梨粉，给它一个包衣哦，好好吃哦，滑滑嫩嫩，滑滑溜溜的。好，水梨葱来试试看南脆的部分。没动香哦。我们最后还有呛点米酒嘛，香油对不对？对对。意向哦。没动咱们对不对？动润哦。我们请专业的凤姐姐来讲一下。好。凤姐姐不一样的一些字糕，吃到样板。还不错嘞，还不错这样子也很好吃，没动好吃，好吃，很清爽，很清爽。我们来自卖自夸一下，又好选哈，有标斗啊，有标斗，真的。果然秀场的就是这样，舞台实力展现。真的好，都睇我有了评分呢，齐师傅从后落金嘛，将分数。唔怕唔怕，你下看一下刘世林刘师傅。刘师傅，好啦，技术不限功一下。好，两片都做动吼，俺摸不两片的上摆系讲吼，你了以外按个加一个姜丝，老给หั่出来梅头，按个提升是好好的，是差一点么停。啊，两片俺咪不两片吼，所以讲给梅头老该หั่出来就嘟吼，干用咪做了嘟吼。哎，所以应该不两片，好，两片差一点点。加姜丝的原因是什么？让它给หั่出来，再提升，再出来。对对。哦，我们只有蒜头啦，唔啦哈。只有蒜。刘师傅的想法咧？我无本两片样的意思是，这面是真运动杠面。按呀两片呢，你做咧切下短一些些咧，莫切洋葱。哦。啊，切洋葱诶，啊个适宜因为我们刘雪莹刘师傅他是樱桃小嘴。这只色米我适到红豆跟色米，然后切下短一些些咧，按个还用一点点肉，还用一点太白粉啊，记住会把那个หั่出来啊，风หั่出来会带หั่不溜，煮来袂当好食啦。好啦，总共已经嚟啊，หั่出变化动动，可能做煮汤啊，做哪用炒的啊，变化动动，唔过最主要的是得到营养，就可以不卡最后的米线咯。第一关地度风吹算是小赢了哈，等一下来看下今日谢林师傅带来嘛个四个料理搞大家咧。总铺素卤菜。好，今日呢，谢林师傅已经冇来，今日带来压出菜厉害的，压出菜的菜名，黑心马盖雪中红。哇！雪黑马盖，中黑马盖。谢多俩，谢。雪玲接的，雪玲接去接的哈。啊，中嘞。中了没？哦，中甜。中甜。哦，啊风嘞。风的俩。啊风หั่菜啦。嘿呐。这是你的招牌菜呢。对。啊，两马盖。俩。摆盘用的，用骨头，摆盘用的啦。好，好了，我现在我的爱耶，啊，风吹头，还有马盖，蒜头，用吗？辣椒哦，这个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香油一点点的，哦，它干净的香油。好，啊，它就香出来哦，这个是最后的。香出来，个等下，
你行啊，你要先到你要切油油的落去同步一下，等下同步的。你不要那么快，我现在看人家切很快，我都害怕。哇，你不用料理处理器哈。是啊。我想到了，该用骨头哈，为什么不用加盐巴？唔是人哎，你要等下就会用一啲啲油吗？哎，用一啲啲油。哦，油哦。用一啲啲油，個用一啲啲鹽巴。好，啲鹽巴。這是一滴滴的嗎？一滴滴的，一滴滴的。對香應該講係一滴滴。好，一滴滴的哈。哦，一滴滴。人家沒直接放哦。對對對，直接燙它。這個葉子燙一下，分開哈。唔是，你燙一下，我等下全部擠到個小卷地圖哈。哦。卷的塞得進去。擠得落啊。那個，你有問那個中卷嗎？他的意思是？有啊，一痕啊，一痕啊。一痕。真的哦。啊，哦，它會變水哈。哎，變水了，唔會還有問題。嘿，嘛個問題？加冰塊的目的是什麼？對，唔會汪汪。汪汪啊。哎，會下下嗆，你啊都東西啊哈，係等下會叫醬汁用的啦。哦。你啊係煮清淡暗夜的天啊，你啊係地方卡做啊哈，你做做介時咧。好，變哦變相天然顏色攤凍凍的。哦，所以你要鋪出來做冷誒。嘿，冷攤。哦。重點做的是冷誒哦。做得咯，你得看到啲啊。好。好，你要同個風寒菜。可是迄個嘅光芒肉，等下行得燙啊。等下還要過一擺。行得過一擺燙，因為佢中卷行得燙熟來啊。還有屬於我唔辣嗎？辣啦。好，這個是紅酒是不是？這個做的就紅莧菜冰哎。黑嘛。你看下面很漂亮，豆漿像葡萄汁咁樣。做乜嘅？你風寒菜也係變一下。哎呀，變一下得做乜按燒啊？即家就好食。喺冇落嘅崩塊咧，我就全部擠落去。嗯。哇，哎，老師你算得剛剛好哎。嘟好哈。哇，這個中卷吃的分量跟我每一餐吃的分量一樣。這個中卷啊，底度哈，因為輕啊，還是它就是這麼？你咩？你睇要借你在空哈，撕開來，你底度會來出來，底部長出來。哦。哎，底度夾開有一條嗰種咧，會來出來。那個鐵圈，鐵絲。嗯。現在要做什麼？要去固定起來。固定。嘿，你固定起來。聲音。唔會嚟你冇動。哦。哎呀，唔會掉出來咧。嘿，安尼就唔會掉出來了。地府卡用木梁，你就用個蔥的烤肉的切咩？啊，它的媳婦怎麼辦？媳婦唔是，媳婦根本唔會掉出來。哦。你安尼切好了，切好我就喺冰落去燙。要傾面來嗎？鍋蓋。師傅，我有想到一個問題咧。你講。為什麼不能直接拿熟的手乾拿來爆？熟的手乾。生的手乾拿來爆。因為啲燙係叫佢膠水啊。會膠踢啊！會膠踢。好，你下去做乜嘅？你要調醬汁，好，我到你啊切下油對咩？哦。啊，等一下該手乾會變面嗎？哦，變面下叫熟成啊。啊，你係蒜頭面我切好誒。你係薑嗎？薑嗎？辣椒。所以我們的薑媽係都挑薑來部分裝來加，不是在這裡面的時候加進去。哦。變面嘛，變面，變一下面好嗎？好。哎，其實用這個哈，會燙吧？那還好。不會啊，不會凍聲。就有點像雞肉誒。對啊。所以該下是就加頭油嘛，頭油要加湯。所以下面有一些用泰式酸辣醬。又強哦，又。我們太多啦。不會。杜夢給的，你確定？應該吧。確定哦。好，翻過來。1、2、3，今天上，我幫你試。先丟一點點。可以了。哦，有起泡，安又是有厲害，徐師傅。炸王之王啊！你燙嚟加這快要變糖沙了。唔係啦，等下你一先落就係不用加先，唔是，肯定先落好，不用等你發咁難到，看你放來哈。哇，就這樣嘅。安排加給哈貢哎。哦，等一下會把它展現出來吧？會。哦，會切的哈。你要切兩隻切。我最愛吃秋葵了耶。對啊。哎呦。這很像那個鴨嘴獸哎。我剛才想說食人花嘞。也有像。有。哎，你要差不多是滾的。好了，動得灌火的哈。
哦哦，哦，你就像可以翻哟。那你这个要5条用干啥？我睇我一本食的啦，谢谢，我沾沾看这个你懂它哦酱，嗯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走的走的，会冲勺吗？100分100分啊！哇！哎，真的完全没有掉出来呢。水呀，冷水澡，让它再缩一点是吗？对，你看这样反复冰水哈，这样就不用打那个音波了。对啊，所以人家说洗澡就要冷热洗啊。皮肤张万牛，Q 弹，哇，感觉好你这个好像板条寿司哦，有面趴板条寿司啊，有，我要吃这个。应该没有是狗嘞，母是都收过。这个还要再加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先来这个给你。还有安喉哦，没有，我发现这个有点可惜。还有谁要支援？你比较是的。好，没有。大可，我俩摸本酱哦。哦，那不客气了。哎，那个有酱呢。你要沾酱。不行，这个是加了就变成品了，你这是还没有成品可以吃，加了就变成品了，不能吃。所以现在不行，就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美丽的雪玲姐，有规定。对，用一点点落去，等下煮。美丽的雪玲姐现在正在帮她锁管上色，就是每一上妆，对，客家基本呢，按照脆。好，哦，故意挑平下一哦。这个是不是没切断？还是有切断？有切断哦。所以刚刚那个动作其实很重要，一直压，这样它才会定型。某时候俩下会散开来。对，有点像寿司，对不对？寿司，没香哦。好，完成。好，本菜也可以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第二个是雪玲姐招牌菜哦，雪中凤，按样就好食嘞。谢林师傅好料理，奶煮咗食咗，先來出題目。好，用熱漢做雞卵，切熱漢見不分，意思係乜嘅？A. 漢菜嘅營養價值高 ，B. 漢菜價錢仲高。價錢仲高。馬上來猜拳，馬上。立成姐姐。大可哥係啊，好，來，我們派大可，好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，耶 ！A 呀係 B 嘞 ？A 呀係 B。A 哈，我相信。英勇嘅價值好夠哦。哎，英勇嘅價值好夠。我自己也覺得啦。不過咧，我們原本想選什麼 ？A 啊，好。阿冇辦法啦。你輸咧，所以選 B 啦。到底答案係 A 也係 B 咧 ？A。兩句話意思係講鹹菜價值當高，鹹菜嘅蛋白質也當高，加蛋白質可能養個雞卵咯。所以這其實營養價值本身是動夠啊，一塊是去的夠啊，就是它的這個蛋白質好夠之外哦，還有它鐵質比菠菜還多2到6倍哦。天哪，那真的很不好意思，這麼有營養的東西，我們當然要補一下嘍。誰冇有補一下啦？上來就寫來了，他也補阿姨食嘍，算了啦，他也給補阿姨食，請口食給姐，好。等一下，一人講10句那個獎評哦。得獎感言有嗎？哇！阿姨先不問。啊，什麼意？如果你覺得哪有剩的話，沒關係，我可以吃2個。好。咱上個分幾條線啊？咱永遠冇糖到嘅聲音。動作是講出法來的。那個壽司當蘸掉以外吼，重點係佢個底度嘅油蔥酥啊，然後油蔥有一點畫龍點睛嘅感覺。它有寬，看它舀醬料就低咧，那個醬料調都同蘸的。有講下手感的有口感。冇話用啊，講的唔準，蔡師傅講的，豐田基本按你系列制高好嘛，你吃用白。挺好吃，浪海安用挺好。
人菜啊，年轻吼，系嘛？你做咱喺讲香的事啦，用东好吃的，东好吃。这你老好食懂针的。因为日本人吼，大家用到风寒菜吼，大部分係配到該那個五補。不過這個除了五補之外，原來鎖管沒動合線呢。而且你們忘記一件事嗎？呀，所以昨天是雪玲姐的，她的靈魂代表菜耶，雪中紅，重點咩好食的呀？天氣感覺都不卡了，就是吃抽空的。不過中海做法就沒有多牛，我都豬中紅。那我就是千中紅。對。你啊做得做嘢餅。餅在兩日內，要夾食。兩日內當食。對，沒有兩日內一定要食鐵啦。一定要食鐵。做幾條東西餅，唔能研下來，做下切的。哦，有夾哦。剛剛用的話，睇起來包括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，還有好多的話，都不卡做的吃周坤呐。裡面呢一下肚吼熱甜的吼，剩下的冷菜的話，就可以有點消暑解渴的功用，又做得補充營養。唔過呢，前輩。藍翠加油，好不好？我哋今行最杯米一罐比賽搶加油，馬上開始。我是太中埔，梁翠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勢嘅情況底下，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麼？到底乃翠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最杯米一罐就係你嘅料理接力賽，到底有比呢？其實呢，最主要就可能用來分配棒式，對。但是後來發現比一下敗以後，發現好像影響也不大。對，我怎麼每次都是抽到第一棒啊？你只要不要抽到第一棒，你們就不會輸。還有啦。然後兩好款，我們秀場天后，他今天會用那種千變萬化風學來煮菜。真嘅。好好期待一下，剛剛只是留了好幾手嘞。OK。好，今天我做嘅料理係乜嘅？韭菜炒甜不辣啊，甜不辣，菜菜炒甜不辣，这很好吃哎，对啊，这很好吃。凤叉团哎，更多料理，我突然有点怀念制作单位整我们玩料理紅綠燈，好像有一點久沒有玩了。可以換一下，例如說韭菜炒乜噶？豆腐雞，我未做得啦，乖乖啦，哈。我看一下主青的去到哪一個？好，馬上先選。好，杜夢給的，你確定？應該吧，確定了。好，翻過來。1、2、3，今天切韭菜咯。好，放你嘞。民族。1、2、3，應該。韭菜啦，甜不辣炒是好嘞。那是第3棒。第3棒。哦。對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你的料理接力賽嘍。好啦，又到料理接力賽時間，然後呢，你藍翠翠中演出呀嘅第1棒位置看起來就很討人厭，對啊，還是不要看它好了。馬上來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開始啦！來，你看博謙，好，很不想去。自己搞乜嘅東西？我們現在燒油嘞，燒乜嘅油？因為哈，這道菜想說，假如有入味的話，那個我們想說，甜不辣先炸過，是你抽的豬手煮，它就會蓬起來。我們先來試看它的那個油度。我幫你試。先丟一點點。可以了。哦，有起泡，安用是做對呀，徐師傅。好，炸王之王啊！炸王之王。對。但是溫度總得調夠。沒有，你覺得這樣控 OK 嗎？因為你丟太多，它會降溫哦。所以我們現在是沒有廚師幫忙我。哦，沒有是嗎？走的，走的，你看，走的。好，我們現在先等一下會拉高啊，等一下會拉高。可是你沒有拉高，它會吃油哦。對啊，先這樣子，然後等下最後要起鍋的時候拉高。拉高哈。對，來，等下我先切用。好。我呢個肉吼，切差不多撈該甜不辣係差不多嘅太細，像你要切到差不多嘅邊緣一下。其實冇蓬起來喏。等一下就會蓬起來。有啦，有蓬起來耶。這樣它等下那個汁才會走。啊，你豬肉滷過係切件。滷過，先滷過。滷乜嘅東西咧？頭油啊，米酒啊，胡椒粉啊。你為什麼好像改了他們的菜啊？係啊，有啊，就本來是滷過啊。佢本來是按樣做係，所以我們沒有，因為所以我們先切肉，所以滷給起給我涮落去。好啦，先講你看啦。我看口片啦哈。
你嘅做法冇用破嘅，風景之最就介紹一下兩出菜，你要就使幾樣嚟做嘛？食喲，好不要緊厲害！張，我有技術。你係雞肉係啊？更有戲。你要就揾樣嚟做，老太太講一下。你可以用煸一下，再放下蒜條，幾下有滷過係冇？有醃過，哦，簡單的，簡單用調油係冇？香菇慢慢切，切細就好會挑了。。雞肉沒有可能哦。有啊，有可能。有哈。有。好，我愛掉生孔雞片哦哈，做得哈。好，做得。好，我们这个你看，哎一定会有办破豆鸡哦，爆哎有办开来，爆開等一下來。它才會那個就它的那個汁。哦，你有冇講？啷個講？調油、係還有咧，米酒，蒜絲來啊。算什麼時？哦，副嘅胡椒粉來啊。拍嘅胡椒粉，哦，拍嘅係啊確定這。比例對嗎？係啊。走的1:1:1，這徐師傅講基本款就是1:1:1。錯。係啱講嘅。係啊，第一季的時候，哦，你有眼鏡看呢哈。哎呦，我忠實粉絲哎。哦，胡香粉來啊。唔是，是啊。牙女你準備咧？湯來啊。湯啊。調油是用調少嘞，通常係，你自己指頭咧。因為這個調油哎有辦還可以上色。哦，4、3、2、1，第二棒冇馬莎。抬頭，抬頭。好，聽到。這個就先給它靜置。嗯。那剛剛講說，你要衝突誒，那該甜不辣係差唔多。哦，生意哦。哦，差唔多，差唔多。哎呦。衝掉，衝掉。沖掉，再長一點點，好，差唔多。生意對哦。好啱啲咧。好，啊，你甜甜切好，啱掉狂雞片咯，好哈。好好。你調我料得冇？愛料的。它就風吹條哦。回色啦，哈。謝謝。潘得來啊？我潘得嗎？對，你是我慘哦。你是冇哎，我在找他。你很像徐師傅哦。然後再加一點點的油，油是嗎？好，對油。對，媽媽會做鴨背後，然後係芝高。我好喜歡風娟姐這樣，你看動不就會上面。做得冇，做得冇。好，做得嘞，做得嘞。潘得嘛干？香菇，然後香菇絲，我表不記香是熟的哈。那你們這個也是照也是用布哈。哎，還有嘛干？對，加嘞。好，搞甜不辣嘍。好。像他們已經為冇破過啊，所以我覺得那個甜不辣要煎到查查安樣長會香。沒做得啦。沒做得哈。好，先幫你煎一下，等一下長過來。這麼快就要離開我們的嗎？我難道這麼沒有看頭？你們有胡老師，我完全不擔心。對，好，對不對？來，被嫌棄了。哇，嗆這個就對了。Oh my god！這是勝利的歡呼聲嗎？你們該不會現在就想投降了吧？沒有，你們還沒揍我們的嘞。甜甜的牽吧。哦，因為你像你這樣不好切，躺下去，躺下去，可以這樣轉過來。啊，這個 tell me。好。哎，沒有人制止我。唔怕，慢慢的牽吧，冇先鉗一下啦，先撈佢鉗一下。壓一下。壓一下。鉗。哦，低了低了。又被逼了，又被逼了。哎，唔怕唔怕。OK。啊，好，還沒做得啦。我們先看。生意少哦。小心啊，給你偷摸一下，這個速度還不錯吧？不錯。但是這種最怕什麼呢？等一下炒改細節了，它濕掉了。濕掉了怎麼辦？所以我們就最後快炒的時候加落去，快對炒。保持它外皮的脆度。該不會沒做得生快啲吧？生意哦，大概3瓢。3瓢。時間咪到咯，滴滴答答了哈。好。蒜條。蒜條。我們要吃辣一點還不辣一點？蒜條。不辣一點。一點點，稍微一點。那我們中間再放。蒜條先放一點。蒜條。爆香。這裡。別香，全部別下去炒。你要做得別下去，扭，全部倒下去，全部倒。好，快啲拿來，快啲。哎。挨點咪看兩片的新創兵嘛，冇理的。太硬哦。好。你們剛才幹嘛？可以解釋一下嗎？火山大爆發。哦，提上改，馬上提上改嗎？應該要準備好嗎？哇，你們大王放最後。 3、2、1，溫飲料。晚飯鏈接。
重点来了，好，米酒，好米酒，哇，呛这个就对了。 Oh my god！ 这是胜利的欢呼声吗？还能嘛改？咱来讲，盐，咱不用捧勾就好。我又要再欣赏他甩盐了。哇帅，糖啊，取代味素了哈。嗯，按吃差不多没嘛哈？我爱在空改片哦。好，你要去救啊！哎，救火，我看你了，王一好，不要偏移了。王一煮嘞哈。这个给他大炒。哎呀，照标哦，哎呀，照标哦。先这个，先这个。该发生什么事？你做了什么事？冇，我会叫你好好 rap 就好了。冇。你把它抬掉吗你？的韭菜怎么这样刚刚啊？Ken 皮肉就会湿掉。太大块了，大可唔係，幾解係解韭菜饭，叫水花，係啊，好唔係，那你幹嘛解那麼講？水醉了，水加水，不是穷豆嘞，好穷豆嘞。好，你等一下加个米酒是就是水嘞，对，米酒。那你不加水吗？哎，对，我就想说要加水一下。看那麼解？加米。好嘞，按那种的调味吗？对，你先试试看，因为我们本身肉有入狗。好，哇，好貼心哦。再加一點糖。然後干嘛改？還幹嘛解？還有油嗎？醬油。醬油好，再一點。這個韭菜一定要炒到甜哦，因為如果是不是給他什麼都 OK 啊？生的話會有點嗆嗆的。對，那個醋要不要？醋要。對，醋。因為烏醋好像比較適合哎。對。你沒炒鴨血哦，你卡停哈。韭菜好像可以加一點醋。好，一點點奇怪的。香油有嗎？香油一定要。香油。全部嗎？全部。五香粉哦，但是不要太油，因為我們的花椒要嗎？花椒不要。五香粉。對，他這種人就是去百貨公司會帶大包小包回來。對，這個好。有卡就好。對啊，真的。不要緊緊的。甜不辣其實要冰落去嘞。我們先把肉再炒一下下。對，再炒一下。啊，甜不辣冰落去嗎？好，可以丟了。可以。嗯。哦。最後試味道。試味道。對，你看我們的顏色，它就跟牛河切到跟甜不辣係差不多的態勢。很凍哎。翻鍋我就有點擔心了。好。我覺得你有貴婦命，你不用學太會。人家秀場天后啊。對啊。你喺沖狗誒。係啊。沖狗個調布咧啊，全油啊。所以按原子差不多了嘛哈。差不多了。口改片哦。你等一下，你試一塊肉，看有沒有熟，有熟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再口改片。好。有沒有味道？有沒有入味？好嘞。好漂亮好嘞，哦。好，個冰一出嘞，胡椒粉。哦，按是臭的啦。用酒。我吃吃看。所以按是好嘞嘛哈。好。中獎。按是差不多了。我倒數了哈。好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支持看下水杯米館乃木卡張系列太重步嘞。好，兩次呢，你係當經典的客家府開店會食到的菜色，快菜炒鴨嘅甜不辣。甜不辣。而且呢 ，Andy 都後給我們一檔 TPA 的組合包是新的世代跟我們資深世代的這一道菜的 PK。那可以喊你的名頭。好。一聽保證大家吃到流目子。是嗎？莎莎都開始吃哦。我們的雞肉好嫩哦。你們是用雞肉哦？真的哦。還冇食到哦，有。香口英文呢啲用嘅係韭菜花，所以它的那個好香。它甜。你們覺得他們做的怎麼樣？軟軟的，甜不辣。對，軟軟的哈。又好食嗎？有啊。好吃。你們該不會現在就想投降了吧？沒有，你們還沒吃到我們的嘞。我想說，你們剛才那麼精彩。好，開始來起雪爛這集我回家一定會看。因為你看不到那一邊，對不對？我剛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，你要在打架嗎？來。哎，肉真的蠻好吃的，而且剛剛有醃過。這入口一下。沒有吃啦，也不錯啊。雖然該下要吵鬧咁個，結果喺冇做低咯。兩關地圖都在哪一家做得到分數呢？先搶起司夫搶分數。兩下看一下，我哋嘅雪中紅。
哎呦，哎，叫你小名有用哦。嘿，有哦。啊，其实本应永远不允许风吹改片。要不本了片的哦，几个肉煎落冻，甲甜不辣有炒燥的，按炒去落，几梅头有嘟嘟好冻好食。啊，几个甜不辣用煎的，煎的时阵又要叫煎落冻好，又甲捞甲甜不落梅头又煎出来。按某本了片的意思讲，甲韭菜有无煮香球咧，上爱的上法是，也有无甜不辣又啊，都要切到丁状，捞甲韭菜都要切。丁状炒燥的，哦，是冻好食。对，就是崩款的那种。从爱炒个苍蝇头的腔哦，做法该是冻好食的。韩国用个辣椒的用下去，冻好食。对，炒到拄好。然后我们的肉还做对放个搞肉。嘿，三样音。哦，我们刘杰林律师傅。诶，我们本来偏养的原因是加米线，跟甜不辣，又适度跟叫快菜的米线，又适度跟米线。嘿，啊，两片呢，两片用韭菜法，两片咪煮来冻好啦，两片煮个韭菜花咯，跟甜不辣，安尼炒的咪整运冻好，就爱吃到两嘴差不多，哎，我选择俩还冲米线一些咧，又包裹又加粉的个效果的。好啦，比赛就黑暗有了，唔过呢，你会发现到冇腔用。食台做嘅米汤冇腔用，对不对？也咩当真的？你们也成绩出来嘅，红水得到3分，蓝水得到1分，恭喜你得到3000元嘅奖金。恭喜！哇！哇！咱水系味道咧，你用红多哦。系哦。所以这个是蔬果拍切器，这是专门给大可的。对，因为你看在拍蒜头的时候有啊。有的哈。第二个蔬果刨切组哈，哦，宜品也是给大可的。哦，恭喜！什么台积噶？今日咁歡喜哦，先來請風景姐老太家講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好冇？哦，禮拜參加了吼，是挺好，又和大家嘛來參加了，好，讓自己再有一個更接近、更進步的空間。超。好，謝謝。一晨氣氛你咯。当然啊，就是信州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啦，那欢迎大家常常来信州聊啊那样。来主动聊啊。還有犧牲人家的個料理呀。哦，對不對？對。家就很謙虛，因為人家講到佢大白都看你的節目啊，看下的料理節目，他就很想要來到節目當中來證明一下自己。而我說他們本來就懂理會呀，其實因為我們是有這個口福了，食到給他的料理，真給他知噻。好，謝謝。今天 Kiss 美动容很哦，我们邀请到台语秀场小天后，而且表现美动吼，表现的也很好。啊，走到到台下讲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参加比赛的心得。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可以这样做这些不同的料理，然后觉得我又学到了。不管其实食材的处理方式有很多细节。对，也了解一些知识啊。对。啊，大可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今天有参加比赛啊。感想吗？今天来这边哈，平常家里面不会做到东西，在这边几乎全部都 run 了一遍了。对，哇，所以以后回到家，我就会变成一家之主了。对，你说的。你讲的哈。你讲。你讲的哦。讲得出来就会走动。一日一家之主，终身一家之主。哇，大头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有录到，录影存证，打白话一两下让盖的细节，你就播这一段给他看，好不好？直接播给他看。那个我做到会发去检举。好了，可以看到两公婆哎呦，就是这样小情小爱啊，又掉虚接哈，还会这样互相交流，没动头啊，真的很开心哦，恭喜！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今天台积噶，谢谢你。好，今天真件同欢喜，有啊有几批老太子家向下来学习，向下来交流。今天 Kiss 美动荣幸哦，昨天看到哈这个风娟姐，还有看到哈我们的 rapper 到秀场小天后，其实对爱掉来讲哈，也是一个动荣幸的事情了。所以假时哦，他就拿这个地方又动厉害，隐藏版的熬音哦，昨天来加报名参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主呢，就分享睇自家向下來挑戰，向下來學習，我哋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